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2月25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2篇，出埃及记34章第1节到第9节，27节到28节，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到1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看重。真侪人就爱批评旧约圣经记载的上帝，因讲旧约的上帝是残忍的上帝，凊彩就要共处罚，要共毁灭。这是因为因对圣经无法度对这个背景完全的了解，甚至是断章取义片面的了解安尼。也亲像耶稣基督捌讲过，我来是要超找遐个失丧的人，毋是要来找义人啦吼。上帝对迄个太师小弟的解阮是遐尼仁慈，佮甲保证讲伊袂互人欺负侵害。上帝原本要来处罚迄个伫西奈山下骹做金牛拜偶像的这个以色列人，但是因为摩西的求情了后，上帝再度赏赐因恩典，并且将诫命颁布互因通好搁再遵守。出埃及记34章第1节到第9节。27节到28节记载了这个第2摆刻的这个10条诫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着拍两地，甲以前同款的石板，你以前摔破的石板顶面的话，我要搁写伫这两块石板顶面。明仔早起，你着准备好势。”透早上西奈山，伫上悬的所在来条件我，毋通有人甲你做伙来，规座山毋通有人，山骹嘛毋通有牛群、羊群伫遐咧食草。摩西就拍两块甲以前同款的石板。摩西透早起来，照上主的吩咐，手摕着两块石板，上西奈山。上主伫云中降临，甲摩西徛做伙，宣布上主的名。上主对摩西的面前经过，宣布讲：上主有仁慈恩典的上帝，无快受气，佮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。至少慈爱到千万代，赦免罪孽、过失甲罪过，一定袂甲有罪的判做无罪，要追究人的罪，对爸到囝到3世代。摩西就随时拍落涂骹敬拜，讲：主啊，我若对你得到恩典，主啊，求你甲阮做伙行。阮是心硬固执的民族，求你赦免阮的罪孽甲罪过，接纳阮做你的子民。27节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将这个话写起来，因为我是照这个话甲你以及以色列人立约。摩西甲上主伫遐40年日，无食饭，无啉水。伊将这个约的话，就是迄个10条诫，写伫迄两块石板顶悬。耶稣基督教示人毋通看轻人，并且提高着因的天使，常常伫天父上帝的面头前，因为这个人是需要被特别看顾的。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到14节，耶稣基督的教导安尼讲着。恁着谨慎，毋通看轻这个鄙视的人的一个。我甲恁讲，恁的天使伫天顶是上帝见我的天父的面。
恁想看卖，有一个人有100只羊，其中1只迷失，伊减未将99只放伫个山顶，去找迄只迷失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伊若找着迄只迷失的羊，一定真欢喜，比99只无失迷的更较欢喜。相款，恁的天父，甘这个姊妹世一个来灭报。上帝遮尔疼世间人，愿意任何一个人拍家老，特别是迄个人认为迄个无互看重的失败，上帝要想赐救恩互因。诗篇32篇，过失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，即款的人真有福气。心无干贵，上主无算伊有罪，即款的人真有福气。我若点点毋认罪，就规日害惨，连骨头拢打去。你的手明日重重刑罚我。我的精力亲像互热天的日头晒甲打去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无隐瞒我的罪恶。我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，你就赦免我所犯的罪。安尼虔诚的人拢着伫通找着你的时，对你祈祷。大水泛滥嘛，一定袂淹着伊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会庇佑我脱离艰苦。你会用得救的冠四面为我。上主讲，我要教示你，这是你应该着行的路。我要注目看你，眷顾你，毋通亲像马落无知识，着用马加姜、马力士来，才会顺服。歹人会受真济苦痛，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阻碍，四面为伊。义人啊，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；心正直的人啊，着大声欢呼。恳求主帮助阮，会晓看重遐个需要关心的人，亲像主遮尔疼人共款。阮会晓有上帝的公义，诚侪互人得到福气的人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